小李，这里是红帮，不是左帮，别乱跑，知道吗？哎呀，知道了，父亲。我去找石南哥。石南哥，你猜我和父亲今天是来干什么的？今天是我父亲当选红帮老大的日子，父亲说了，仪式之后就举办我们的订婚礼。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对了，你是顾家的长子，以后也会成为红帮老大，那我就是红帮大嫂了。对的，未来红帮大嫂，我会努力让你得偿所愿。父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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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石南哥，石南哥救我！救你！你父亲杀了我父亲，我恨不得掐死你！父亲和顾伯是两肋插刀的兄弟，他不可能害他的，一定是有人陷害他。兄弟，兄弟，我亲眼看见他开枪打死了我父亲，他就是个畜生！他突发凶毙死了，我没有办法找他报仇雪恨，就由你和你的植物人母亲血债血偿！射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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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射
他现在还不能死，父债子偿。哥，我现在是整个红帮的老大，我说了算。石南，如此柔弱寡断，你根本就不配做红帮的老大。现在还有谁觉得我不配做老大？没人反驳。从今天起，我就是红帮的老大。我会把仇人的女儿训练成最凶残的杀手，让她替父赎罪。我顾石南今天滴血起誓，从今以后，温若琳不再是我的未婚妻。我跟她只有杀父之仇，我定不会让她好过。石南，我一定会查出真相，还我父亲一个清白。我早就说过，背叛红帮者死！你还敢明知故犯？顾石南，
一个众叛亲离的冷血怪物，活该你的父亲被你未婚妻的父亲杀死。像你这样冷血的机器，就该孤独一生。起来打我呀！我可以休息吗？休息？你别忘了，你只是我培养的杀手。接着练。别动。别动。顾时南，你叫顾爷，你只是我培养的杀手，没资格喊我名字。疼吗？有一点。这就疼了？你这些只是皮肉之苦。5年，你知道这5年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吗？一切都是拜你和你父亲所赐。小时候你曾经救过我的命，我会成为你手上最好的棋子。顾时南，你现在不信我没关系，我会找到证据，证明父亲清白。3天后你去执行第1个任务，任务失败的话，我就拔掉你母亲的氧气管。给他找个大夫，别让他真的死了。是，但是哥，张燕是右帮为非作歹的军师，温若琳这个废物，怎么可能杀得了他？温若琳已经是我们最出色的杀手，要么他废了张燕，要么张燕弄死他。再不除掉张燕这个毒瘤，红帮就会被右帮吞噬，到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在右帮的淫威下，被迫参与违法卖国的事。哥，你真的舍得让他死吗？有什么舍不得的？哥，你撒谎的时候总喜欢转动你的玉扳指。我只是在谈颜辉而已。她是仇人之女，我恨不得杀了她。沾上她的气息，我都觉得恶心。我去洗个澡。哥，公馆停水了，你到训练营的澡堂去洗吧。糟了，忘记告诉哥，训练营澡堂不分男女了。哎呀！小齐，是你吗？该死，他怎么也在？
小琪，3天后我就要去执行第1个任务了。其实我有点害怕。你说我会死吗？如果我真的死了，你能不能帮我告诉故事男，告诉他，我曾经跟故事男是青梅竹马，他对我真的很好，甚至还救过我。但他现在也是真的恨我，我对他很愧疚。但是我父亲是真的不可能伤害顾伯伯的，这一定是有人陷害他，我一定要查清楚事情的真相。但是我害怕，万一任务失败，万一我再也没有机会查清楚事情的真相，你就帮我告诉故事男。哥，这个训练营浴室不分男女的，里面没发生什么事儿吧？滚出去！是。接着说，如果你死了，怎样？你又不是小琪，你刚刚为什么不说话？我又没承认我是，是你自己一直在自说自话。把话说完，这是我的命令。他还是在乎我的吧，否则他也不会这样护住我的伤口。故事男，你听着，你要是敢因为伤口发炎而让任务失败，我饶不了你。故事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看的。该死，她早已不是我的未婚妻，而是仇人之女。我绝不能再有杂念。这里，明晚张燕会在这个歌舞厅参加一个化妆舞会，门口有保安搜身，你无法携带武器进去。没有趁手的武器，任务恐怕很难顺利进行。我会在里面接应你，拿到武器之后，尽快解决掉戴着兔子面具的张燕。任务完成后迅速撤离，车牌288的车会在巷子口等你。没问题。如果任务失败，我不会苟活，也绝对不会让右邦抓到把柄。温若琳，我命令你，要死也死在张燕之后。知道了。希望我能早点查明真相，这样就能还父亲清白，也能让你不再恨我。他到了，怕了？怕吗？不怕。
为了查清真相，还父亲一个公道，我可以做任何事。怎么回事？不是说完成任务以后会有车在这边接应我吗？喂，你在哪边？家人，跟我走。顾世南，你想让我死，真的不用这么复杂。妈的，就他杀了张燕，医生那个面就是他的。不是让你去接应他，为什么会在这儿？任务已经完成，他已经没有活着的必要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我说，他可以死了。任务完成之后，我根本没有去接应他。顾晨，他少一根汗毛，我剥了你！下车！臭婊子，弄到我的迷幻药还这么认真，给我走！我们老大说了，只要你供出幕后主使，饶你不死。一群废物，是想一个一个杀，还是一起杀？我幕后主使是谁？也就死了这条心，我是不会说的。妈的，找死！这就送你下地狱！石丹哥，等我长大之后，你会不会娶我呀？当然。顾世南，我就要死了，你再也就不用恨我了。你不是想我死吗？为什么还要来救我？
想死？你的罪孽还没有还清，你没资格死。既然如此，牵引我的车为什么迟迟没有出现？先回去，处理干净。是。帮帮我，我好难受。他怎么了？温小姐被注射了倭国最新款外形迷幻剂，半小时内若不跟男人发生关系，药效不清楚会暴毙而亡。哥，你不会想自己上吧？你别忘了，她是杀父仇人之女。你们两个进来，今晚她是你们的了。都给我滚！野狗！顾世南，你帮帮我，我不想死。曾笑相思恋人言，曾把君臣飞流言。而今江口雪心言，何处闲枝温酒在天。父亲！父亲！父亲！泡着吧，半个小时，能不能活命看你自己。顾世南，我一定会查明真相，还父亲一个清白。哥，你干什么？为什么违抗命令？为什么不去接应她？因为我想让她死。她是杀父仇人之女，你居然为了她伤我，你不会爱上她了吧？爱，他也配啊！让他就这么死太便宜他了。我会让他去勾引吉言，拿到他们背叛红帮的证据。顾世南，你要我去勾引季燕？我们之间真的连一点情谊都没有了吗？
你真的要我去勾引姬言？怎么，不愿意啊？顾伯伯死后，季家掌管的右邦是最大的受益人，他们的嫌疑最大，我没有不愿意。既然如此，希望你任务顺利。在执行任务之前，可不可以让我再见一面母亲？不能，你父亲的罪你还没有赎清，你没资格跟我提任何要求。我已经5年没有见过他。母亲是个不谙世事的人，当年的事情跟他没有关系。算我求你了，好吗？你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。母亲，我会坚强的活下去。5年前的事情，我一定会调查清楚，还父亲一个公道。可是母亲，顾时南现在被仇恨蒙蔽了双眼，偏执又疯狂，我害怕他出事。我想拉他一把，把他从仇恨的深渊里拉回来。收手吧，顾时南。什么？铲除季家一族的右邦叛徒，这太危险了。你是在担心我吗？你是在担心我吗？我当然不需要。你有什么资格担心我？你到底想让我怎么做？深入右邦内部，尽快从季言手上拿到他们背叛红帮的证据。好，我会竭尽全力获得季言的信任，尽早完成任务。让你去获取他的信任，不是让你去色诱他，明白吗？那任务完成之后，可以放我跟母亲离开吗？再说。抱歉，你没事吧？手镯碎了，这是父亲留给我的遗物。哦，那更抱歉，我帮你修好它，好吗？能修好吗？先起来再说。来，请专业的工匠，应该可以修好。你是在这边做兼职吗？我刚刚女校毕业，还没有正式工作。那留个地址，我到时候修好了联系你。好了，我要迟到了，我该走了，不然得扣钱了。那个，等等。怎么了？过2天我要参加一个宴会，还没找到女伴，你愿意做我的女伴吗？有薪水。好啊。
哥，这死丫头挺厉害的，竟然这么快就上钩了。顾爷，好久不见。听说季老堂主打算把右邦传给你了，你最近都忙得不见人影了，确实是很久没见。这位小姐是？顾爷，我是季先生的女伴，我叫温若琳。你好，温小姐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我也很高兴认识你，顾爷。温小姐很漂亮，季言，你还真是艳福不浅。顾爷口下留情，若琳才刚从学校毕业，别乱开玩笑。是吗？难怪这么嫩。顾爷，别开玩笑。听说2天前，红帮总部发生了喜讯，倒也不算什么喜事，不过是除掉了一个叛徒，清理了一下门户而已。原来如此。顾爷，季先生最近胃不太舒服，这杯我替他敬你。温小姐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待会儿去处理一下就行。季先生，你车上有备用礼服吗？车上有备用礼服，等会儿带你去休息室换。季先生，你真好。顾爷，那我们先告辞。走。顾胜，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既然这么快就上钩了，你挺手的啊。你放开我！你弄疼我了，姐马上就回来了。这么怕被他发现？若琳，礼服换好了吗？我带你去认识几个朋友。啊，我马上就好。好。你发什么疯？任务顺利进行，你不该高兴才是吗？你最好能顺利完成任务，否则我就拔了你母亲的氧气管。温小姐真漂亮，季先生真叫人羡慕啊！季先生从来不带社交女友，想必温小姐是季先生的。这还用猜？温小姐一定是季先生的女朋友了。一定是，一定是。若琳才刚刚学校毕业，是个涉世未深的小女孩，不要开玩笑。顾言，这就要走了。小心！若琳，你还好吗？给我抓住他！季先生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流了好多血，我送你去医院。只要你没事就好。顾世南，她是你仇人的女儿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？你怎么会这么在意她？哥，刚才开枪的人是你安排的吗？当然不是。
你醒了。抱歉，让你受了这么重的伤，疼不疼？没事。不过这是哪儿？在我家里，这里很安全，我会守护着你。你的身体已经没有大碍，但你要答应我，以后不能再做这么危险的事情。你为什么突然对我这么温柔？因为你值得。谢谢你。你不是需要一份工作吗？从今天开始，你就作为助理留在我的身边，好不好？我会陪在你身边。抱歉，季先生，我该回去了。你受伤了，今晚就别走了，好吗？那好吧。那你好好休息，我明天再来看你。是我。怎么是你？你为什么要替他挡子弹？你不要命了？你是不是爱上他了？啊！有人来了，你要是不想被发现的话，就赶紧走。还没回答我的问题。温小姐，您睡了吗？季先生让我给您送夜宵。不用了，我已经躺下了。季先生，温小姐已经关灯休息了，不过温小姐可能有危险，她房间里好像有打斗的声音。知道了。顾时兰，你疯了！这是基安的地盘，你赶紧走。到底为什么替他挡子弹？基安他生性警惕多疑，为了获取他的全部信任，替他挡子弹是最佳办法。温若琳，我警告你，作为一个棋子，最忌讳的就是感情用事。基安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给我管住自己的心。但是在我眼里，基安他不是个坏人，他尊重每一个人，善良温柔。他善良，你弄疼我了。这么害怕被他发现，你很怕被他捉奸当场吗？这跟你有关系吗？我只需要完成你的任务，其他你管不着吧？温若琳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你就是我养一条狗而已，没有自由，没有尊严，没有人生，一切都只属于我。无论是忤逆还是背叛，不许！我真的只是你养的一条狗吗？确切的来说，你连狗都不属。
你真的要动刀吗？我反正就是烂命一条，死了也就死了。但你不一样，顾世南，你不想报仇雪恨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今天如果你死在这儿，我不仅可以全身而退，我甚至不会为你掉一滴眼泪。你再说一次！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，只有活着才有希望。如果你今天死了，只会让亲者痛，仇者快。你这条命暂时先留着，如果任务无法顺利完成，我再来取。若琳，若琳，你怎么了？若琳，你醒醒！若琳，季先生，这是发生了什么？我怎么一点力气都没有？这么疼，你发烧了？我送你去医院。不用，只是发烧而已，不用去医院。抱歉，季先生，都是我没用，给你添麻烦了。他这么善良，不顾自己的安危替我挡子弹，我不应该怀疑他。若琳，是我不好，你替我受了那么重的伤，我应该彻夜陪你。我现在就送你去医院。季先生，自从我父亲去世之后，你就是对我最好的人了，谢谢。若琳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你值得我对你好。顾世南，他只是一个棋子，勾引姬妍，获取姬妍信任是他的任务。姬妍是该死，但绝对不是这个时候。医生说你的身体已经没什么大碍。季先生，你刚刚不在，我一个人很害怕。别怕，我只是去拿药了。季先生，那个杀手抓到了吗？他会不会再回来啊？我怕。那个人不会再出现了，有我在，以后没人再敢让你受伤害。嗯。姬妍这么温柔善良，她真的会跟季云清一样十恶不赦吗？季先生，谢谢你，你是个好人。老大，季先生，我已经没事了，要有急事的话，你就先去处理吧。那好，我先去处理一些事情，一会儿让医生给你换药。顾世南，刺杀姬妍的人是你派去的，你这样做太冒险了。你觉得是我做的？不是你还有谁？姬妍她是个好人，
总不能是他自导自演的吧？好人好人，他全家都好人。你是不是只会凭表面判断一个人？来，你告诉我，我在你是不是就成了十恶不赦的恶魔了？我只是觉得你被仇恨冲昏了头脑，可能丧失了思考能力。温小姐，先生喊我给你换药。难道真的是季言自导自演，让顾时南被其他3大帮派孤立，让他成为众矢之的？谢先生，您的计谋非常成功，其他3个帮派的所有者都认为是顾时南野心爆棚，是他派人刺杀了你。顾时南除掉了父亲的军师，我只是给他点颜色瞧瞧。接下来，我会对他的弟弟顾琛下手，我一定会张眼不住。先生，老堂主非常器重您，您要是能帮老堂主除掉顾时南这个心头大患，他一定会对您刮目相看。顾时南在各族势力之中，虽然实力不容小觑，但他不懂得攻心，迟早有一天，他会死在我的手中。终于舍得回来了。你先放开我！这个吻哪来的？畜生，他还胖了哪里？不说。既然他没你想的那么恶劣，他也没你想的那么龌龊，他是个正人君子。若琳，我在水里加了一点蜂蜜，你尝尝甜不甜？谢谢。感谢季先生为我们幼儿园捐出的50万大洋。既然他为人善良，关心妇女儿童，立足于公益事业，他是个很好。顾时安，你发什么疯？很好的人，让你去执行的任务是拿到他的罪证，你就给我带回来这个结果。我已经成功的打入了右帮内部，成为了他的左膀右臂。接下来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拿到他保险柜里的证据。季先生，9号码头这个季度所有项目都在这里呢。至于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，等我拿到文件之后，真相就不攻自破。你最好尽快拿到证据，否则……什么？你又要威胁我？现在我母亲在你手里，我没有退路。我只希望这个任务结束之后，你能够放过我跟我母亲，还我们自由。还你自由？你这么快就爱上季言，想摆脱我跟他在一起吗？什么爱上季言？你到底在说什么？你脖子上的吻痕难道不是他弄的？说，他到底还胖了哪里？除了吻，摸了吗？原来他误会我跟季言是因为这个。算了，解释他也不会相信的。顾时南，我的任务是拿到文件，至于其他的跟你无关。温若琳，你是我的妻子，你的身体、你的命、你的一切都只属于我。你敢跟他在一起试试？哥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为什么不敲门？妈的，贱人，勾引我哥！第一，我没有勾引过谁；第二，你不是我的对手，我不跟你打；第三，如果你非要打一架你才死心的话，那你可以动手。别以为我不敢捅了你！闹够了没？顾之南，你居然为了他踹我！
我今天来的目的是为了跟你汇报工作进展，现在我汇报完了。你为什么护着他？你还吻他？你是不是爱上他了？哎，他也配？他就是我养的一条狗而已。我可以跟这个世上任何女人相爱，唯独不会是她。刚刚那个也算吻，不过是一种羞辱她的方式罢了。你那边可以对顾琛动手。今天吗？9号码头那边的货款只结算了70%，是顾神南洞的手脚，我必须要让他付出代价。好的，先生。季先生，抱歉，都是我不好，没撞疼你吧？你的枪伤好些了吗？已经结痂了，谢谢季先生关心。若琳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别对我这么客气。你这样会让我觉得有些距离的。季先生是第一个对我这么好的人，我只是一时还没有适应。若琳，那你可要快点适应我对你的好。单从数据来看，这份文件没有任何问题。所以，任务可以结束了吗？这份文件是假的。果然跟你父亲一样是个贱人，拿个假文件欺骗我们。哥，你得严惩他。真正的文件在他主卧密室里，你去灌醉的跟他上床，然后想办法潜入他的密室里。为了一份文件，你让我去跟他上床？你让我去跟他上床？你的价值就是牺牲，你必须拿到真正的文件。今生的爱走远，来世的痛提前。好，不过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拿到文件，尽早还我父亲一个清白。今生的爱走远，让来世痛提前。谁丢失了时间，让梦冬眠。我来。别怪我和你鱼死网破了。顾琛，哥，你怎么了？是吉安的人在我的码头走私禁品，我放货销赃的时候被他们暗算了。他们再赃不成，就要杀人灭口。他敢碰你，真是找死啊！霍伯伯，这是我的新特助温若琳。温若琳，这是霍伯伯。糟了，父亲在我少时带我见过这个男人，他是右邦的霍堂主。你好，温小姐。温小姐不但长得漂亮，还能得到季言这小子的赏识，你一定非池中之物啊！
多谢霍伯伯的肯定。哎，温小姐，咱们之前是不是在哪见过呀？应该是在……霍伯伯，您说笑了，我也很希望成为您口中说的那个熟人，但我好像没那个荣幸。但长得确实是太像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想先去趟洗手间。你疯了，竟然还在外边！那又怎样？你突然来找我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棘手的事？季言对古琛下了狠手，古琛差点死在他手上。不可能，他不会做这种事的。你确定是他吗？你信他不信我？要不要我把所有的证据砸给你看，让你好好看看你喜欢的季言是个什么样的东西？我没有喜欢他。我不在意你喜欢谁。现在当务之急是拿到文件，听到没有？好。但右邦的霍堂主好像认出我了，我小时候见过他。放心，他已经得了脑病，很快就会把你忘记。怎么？你确定他真的得了脑病，而不是你准备对他下毒手？季燕做的事情，全部觉得我是在诬陷他，而我没有做过的事情，你就这样恶意揣测我？我不是……别狡辩了，我刚刚看见你在餐厅笑得很开心，你早就已经沦陷了，对吗？你很怕我沦陷吗？哼，看来你确实很怕我沦陷。因为你怕我沦陷之后背叛你。你就是我养的一条狗。如果你敢背叛我，我会亲手杀你。对不起，多想说声对不起。也许温若琳去了那么久，怎么还不回来？霍伯伯，失陪一下，我也去趟洗手间。哦，哎姐，你很在乎这个女孩子是吧？但是我始终觉得我们应该在哪儿见过。是吗？是什么时候？又是什么时间？应该是7、8年前吧，但具体的我确实想不起来了。难道温若琳我深难徘徊的艰辛？来啊！失陪。季先生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不是在厕所吗？啊，我妆花了，所以来补个妆，耽误了些时间。这儿就你一个人吧？我刚刚好像隐约听到点什么声音。声音？什么声音啊？我怎么什么都没有听到？我刚刚担心坏了，还好你没事。那我们回去吧。嗯，好。顾世南，他只是一个棋子而已，举不动情。你小子今天专门约我出来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
霍伯伯，您上回说我那个新特助，您认识？我也不太确定。我上了年纪之后啊，这记忆力是越来越差。不过我感觉她好像是温志强的女儿。您确定？也不能确定。我是听我夫人说，这个温志强的女儿胸口处应该有一块红色的胎记，要不你查一下？进。季先生，这是您要的合同。若琳，合同先不着急看，你先尝尝我新酿的酒，看看味道怎么样。季先生，我今天身体有点不太舒服。就是普通的果酒，你替我尝尝味道。是我哪里露出了破绽，被他发现了。季先生，你最好别是温志强的，或者是顾世南奸细。姑爷，不好了，今天对温小姐下药了，在小818房间。温如丽，如果你是温志强的女儿，我就杀了你；如果你是顾世南的奸细，我就折磨死你。但都不是，我今晚会好好的讨爱你。你竟然真的是温志强的女儿！那我只能送你下地狱了。季先生，我怎么回事没力呀？对不起，若琳，是我调的酒有问题。医生说你酒精中毒，我正准备给你注射药物呢。季先生，我有些口渴，你可以帮我倒杯水吗？谢谢你。胎记怎么不用啊？倒是画上去。季先生，你在看什么？啊，抱歉，是我冒失。你这个胎记很特别，跟我死去的妹妹很像，所以我才忍不住多看几眼。这个呀，这不是胎记，我最近在学人体彩绘，是我自己画的。我真是太可恶了。若琳替我当子弹，她怎么可能会是奸细呢？这么好的女人，我应该娶她为妻才对。若琳，季先生，我已经没事了，你要有事的话就去忙吧。好，那我先去处理事情。嗯。
姬燕的离开，还有外面的响声，是你做的吗？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你是我养的，你的一切都只是我，包括身体。就算姬燕想得到你，也只能是我们儿剩下的。顾世南，你恶劣的让人恶心。恶心？我看你刚刚被吻的，不是挺享受的？叫出来，我爱听。望着你偷偷无路的眼睛，不确定自己代表了光明。温若琳，是我。黑暗里都不需要怜悯，在声音里有回答不了的问题。爸，我一听说您旧疾复发，就立刻过来了。我听说，最近你让一个女人迷得神魂颠倒，她是你的新助理。您都知道了？你活婆婆都告诉我了，那个女孩子有可能是温志强的女儿。爸，我已经调查过了，她不是。不管她是不是，都必须清理干净。我不会饮上把酒，绝对不能毁在一个女人手里。顾世南，昨晚的事，我想知道，比起恨我，你对我有没有一丁点的爱意？比起恨，你对我有没有一丁点的爱意？给你准备了起早方膏，没有加你讨厌的枣泥。你亲手做的？当然不是。虽然你对我很恶劣，但我一直都把你当亲人。这是我特地为你求的，希望能保佑你平安。顾时南，你对我是有感情的，是吗？妈，伯母，您什么时候从国外回来的？你骗我！你不是说5年前就把他处理掉了吗？他为什么还活着？你这么做对得起你父亲吗？伯母，我父亲是被冤枉。冤枉！你这个小贱人！父亲害死了我先生，你现在又来祸害我儿子！顾时南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。你竟然这么在乎他，看来你弟弟说的没错，你真的被这个小贱人迷昏头了。你先回去吧。顾时南，你忘了你父亲是怎么惨死的吗？我没有。温志强他害死你父亲，是红帮的叛徒。这个小贱人，没准也是季家的奸细。你今天就把他处理掉，为你父亲报仇。妈！温若琳现在是我安插在季燕身边的棋子，难道你想让她的身份被他们发现，然后找到理由跟我们对着干吗？什么？棋子？
红帮的每个人都知道，5年前我没有杀温若琳，是因为我要将她培养成最出色的杀手。只有这样，她才能赎清温之强背叛父亲的罪。你真是这么想的吗？当然，他已经成功除掉了右帮军师张燕，是我手上最出色的复仇棋子。他现在的掩护身份是季燕的特助。你没骗我。按照我的计划，等他拿到3574文件，我就能成功将季家这颗毒瘤从红帮里连根拔起。好吧，这些年你把红帮经营的风生水起，我应该信你。但我知道，你对他从小就特别宠爱。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现在还爱着他？你现在是不是还爱着他？没有，我小时候只是听父亲的话，跟他搞好关系，从来没有爱过他。顾时南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比任何人都了解你，除非你发誓。我顾时南对天发誓，如果我爱上温若琳，就生生世世孤独终老，和所爱的人永远天各一方。顾时南，如果你母亲今天没回来，你会回答我的问题吗？你爱不爱我？我会不会有知道答案的那一天？季先生，若琳，昨晚的事情我很抱歉，我不知道我酿酒的技术这么差，害得你酒精中毒，还把你撇在酒店。我今天特意前来，是向你赔礼道歉的。就是喝了薄酒，你替我尝尝甜淡。季先生，顾时南说的没错，季燕的确有问题，我绝不能让季燕再看出破绽。季先生，请坐吧。若琳，你在做什么？季先生，感谢你平日的提拔和照顾，这杯我敬你。若琳，昨晚的事情，你是不是原谅我了？季先生，您是这个世界上除了我父亲之外对我最好的人了，我怎么可能因为一点小事怪你？不过，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您看起来心情不太好的样子。我的父亲旧疾复发，住院了。他昏迷前怀疑你是顾时南派来的奸细。季公子，我跟那个顾爷根本就不认识。你要是怀疑我的话，那就把我开除吧。若琳，对不起，我不该怀疑你。没关系，无论你做什么，我都不会怪你的。3、2、1。
这是我从基安密室拿到的文件。内容是真的，不过内容只有一半。你是怎么拿到的？过程不重要。你是不是跟他睡了？说话！因为你的身子被我占有，所以你恨我，就跟他上床，然后趁其不备拿到文件，是这样吗？随你怎么想好了，反正剑的任务我完成了。随我怎么想，温若琳，你就那么贱吗？顾世南，在你的眼里，我什么时候像个人过？好，既然这样，你已经拿到了真正的文件，那就不惜一切代价拿到另一半。好。季先生，昨晚我们在一起了，对吗？我一定酒喝多了，我都不记得了。什么？你都不记得了？抱歉，对不起啊。不过我会在不久的未来给你个惊喜。季言，真希望你是无辜的，5年前的事情跟你无关。顾世南，顾世南，你发什么疯？放开我！是不是真的跟季言上床了？顾世南，你发什么疯？你放开我！是不是真的跟季言上床了？啊！那种人渣，之前还对你下药，你怎么那么贱呢？你放开！石南，客人已经在等着了，你再不出来接待，我就进去了。石南哥，你还记得我吗？这是林堂主的千金林妙妙呀。我记得我们应该是3年前的一个冬天见过吧？对，是3年前的冬天。我还记得那天特别冷，你还送了我一双手套，我现在都还留着。哎呀，看看看看，那双手套啊，都能成为你们的定情信物了。石南啊，你跟妙妙无论是外貌还是家世背景，那都很相配啊。不如下月初8，你们订婚吧。订婚？干嘛大惊小怪的？我都已经跟林堂主说过这件事儿啊，你能得到林堂主的支持，那是你的荣幸啊。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我父亲说了，你能力非凡，他看好你，我们2个家族联合在一起，一定能取得更大的成功。好啊，石南，订婚宴的事情就交给我去办，你陪妙妙逛逛去啊。温若琳，你为什么要来？是因为在乎我吗？走，我带你四处逛逛。去吧，走吧。好。喂，七燕，哎呦，真是好久不见了。我是顾石南的母亲啊。下个月初8是我们家石南和林堂主千金的订婚宴，诚邀你来参加，
啊，对了，别忘了带上你的小助理啊。我已经发现季言把文件放在那儿了。是吗？神丹哥，伯母送了我一件红色旗袍，订婚宴上我穿这个好不好？可以啊。我决定今晚就动手。怎么，又决定对他献身了？怎么拿到不用你管？哎，站住！上，走，快走，住！别跑！喂，站住！站住！你怎么来了？东西拿到了，给你。就是个废物，拿个文件都会被人发现。你怎么会突然出现？你一直在暗中保护我。你一直在暗中保护我。我恰好路过。你受伤了。你受伤了怎么不早说？走。疼吗？还不是你太废物。赶紧回去，如果季燕发现你不在，她会怀疑你的。你来救我，是不是说明你还在乎我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值得我为你以身涉险？我是怕你任务失败影响我的计划，所以才会暗中帮助你。抱歉，是我自作多情了。你的手还是找医生看一下吧，我先走了。等等，你还有什么吩咐？你卧底的身份随时会暴露，找个机会跟季言断绝关系，然后出国吧。我不走，现在离真相越来越近，我得查清楚真相，给父亲伸冤。怎么，真的爱上他，舍不得走了？顾世南已经有未婚妻了，以后我跟他的关系只会越来越远。我现在能为他做的，就是查清楚5年前的真相。是，我爱上你。爸，下个任务等我通知。滚！季先生，你去哪儿了？刚刚有人盗走了我一份机密文件。保镖说，那个神秘人的身形跟你很像。季先生，晚上我听佣人说今天是你生日，所以我去给你做长寿面了。季先生，你是在怀疑我吗？
那我走好了。若琳，丢了文件，我被父亲大骂了一顿，所以心情不好。你别走。季先生，今天你是寿星，别想烦心事了。我希望你所想皆所愿，所愿皆所得。谢谢你，若琳，谢谢你，给我过生日。抱歉，若琳，是我冒犯了。季先生，是我不好，我只是还没有做好准备。对不起，若琳，是我心太急了。下个月初8，你陪我去一趟订婚宴，我给你准备了惊喜。好啊。季先生，今天是谁的订婚宴啊？是林堂主千金和顾时南的订婚宴。顾时南你见过他？若琳。哦，是见过，但我好像有点记不清了。恭喜啊，顾爷，你母亲能邀请我来，我真的很开心。你终于也能和林小姐幸福了。也是的，我也有一个幸福的小计划。若琳，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，我发现我爱上你了。今天借用顾爷这个场合，我想跟你，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？是的，母亲，只有答应他，才能接近真相。季先生，你是我见过最温柔的男人，我其实早就喜欢上你了。别未曾道声再见，我之间许久未见。石南哥，你没事吧？好好的杯子怎么突然碎了呢？大概是劣质品，没下档吧？我只是有些心疼，手都破了。这是皮外伤，没事的。季先生，恭喜你，抱得美人归。是啊，季先生，真是恭喜你。之前就听说过你和温小姐的浪漫故事呢。我和若琳也祝福顾先生和千金订婚快乐，早生贵子。妙妙，我真应该庆幸，送你的戒指要比季先生的大，不然我今天可要被季先生抢去风头。顾爷，我可是头一次见你这么疼爱一个女人。早上就看见你亲手给妙妙做糕点，我就知道你很疼妙妙。今后妙妙就交给你了。那是自然。怎么了？抱歉，我突然有点不舒服，我想先去趟洗手间。
想想，1个月没来月事了，我该不会是怀孕了？若琳，若琳，顾时兰，你跟过来干什么？你怀孕了？孩子是我没有，我昨天刚来的月事，没有怀孕。真的？你最好别骗我。怎么这么期待我怀上你的孩子？期待？我是想告诉你，如果你真的怀了孩子，就立刻打掉。放心，我怀不了孩子。自从5年前被你带回了训练营，顾琛就想着办法折磨我。那年冬天，他把我丢到冰湖里，从那之后就冻坏了。请你自重，你的未婚妻还等着呢。你干什么？你不会真爱上季言那个混蛋了吧？那你呢？跟林妙妙订婚是为什么？因为家族联姻，还是因为……就不能是因为我爱他吗？爱？我以为你的字典里早就没有这个字。再说一次，离开季言，我安排你出国。那我也再说一次，我不出去，再坚持坚持，马上就能真相大白了。温若琳，为了一个季燕，你还真是贱得够可以的。混蛋！你笑什么？打得这么狠，看来你不是一般的恨我。谁都可以骂我贱，唯独你不可以。从一开始我就不想要接近的，是你逼我的。明天我就会用你偷给我的文件，在红帮大会上除掉季家所在的右帮。如果你真的爱季言，我会考虑放他一马。他是个好人，是我对不起他。好人？你还觉得他是好人？你忘记他当初对你下药的事了？他那只是想试探我。倒是你在这装什么伪君子？是你毁了我的清白，你这个混蛋！我混蛋？你父亲害死了我父亲，是你们对不起我在先。你是个罪人。是，我对不起你们所有人，我活该下地狱，你满意了吧？我对你愧疚了这么多年，你还要我怎么样？我训练到须陀的时候，我被人追杀的时候，我都咬牙坚持了下来。我原本以为，只要我任务完成的足够好，你就可以不再恨我。但是我错了。随着日子的推移，你只会越来越恨我。那为什么5年前你不让他们杀了我，你让我痛苦的活到现在？原来你真的这么恨我。这是当年那把匕首，我杀不了你。来，你用它杀了我，杀了我，一切都结束。
也许一切就会好起来。各位叔叔伯伯和堂主，我父亲今天身体依然有些不适，所以这个会由我代他开。那我们开始吧。会议开始之前，我要向大家披露一个重要的事实：季家所在的右邦为了快速发展，不惜和倭国勾结，非法走私国内文物。他们这是要做卖国贼啊！他们这是不忠不义！他们是想把我们所有家族都置于卖国贼的耻辱柱中。吴世南，你说话可是要讲证据的。这个就是你非法交易的所有明细。目前大帅府已经盯上你，但是你跟你父亲居然还有恃无恐。你们想拖其他家族下水，更想吞并红帮，取而代之。季先生，你太过分了！你跟季老堂主怎么能干这种丧尽天良的事？你们太无耻了！我建议把季家踢出红帮。你想死吗？季先生，别告诉我你是他的人，你别告诉我你是他的人。季先生，你这样吓到我了，我害怕。若琳不仅替我挡子弹，还把第一次给了我，我不能吓到他，更不应该怀疑他。若琳，我刚刚只是跟顾爷开个玩笑。顾爷刚才所言，我确实不知情，但是我会调查清楚，给各位一个交代。诸位，如今上海滩经济蓬勃发展，各大帮派只有顺应时代转型才能生存。如果大家跟着我干，一定可以名利双收，否则将会损失惨重。同意转型的堂主表个态。我们林家支持顾爷，沈家也支持顾爷。这件事情疑点太多，我支持季家。好，从今天起，林家和沈家就和我们红帮同进退步伐。别提了，这些年又是红帮的天下了。没错，没看出来这小子还挺厉害呀。会议先到这里，中场休息一下。哎呀，温小姐啊，你有小产的迹象，最好开安胎药保胎啊。顾世南，虽然你恨我，但我一定会保护好我们的宝宝。这是你怀孕了？是那天晚上吗？我要当爸爸了！我要当爸爸了！
对，就是那天。只不过胎儿发育的不太好，我还不知道怎么告诉你。太好了，朱莉，我要当爸爸了！我要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，他一定会接纳你的。我要给你一场盛大的婚礼。我希望他是男孩，不过女孩也很好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会议马上重新开始了。顾爷，恭喜你即将带领红帮成立公司转型。但是，我也有个喜讯告诉你，我女朋友怀孕了。我们季家马上要迎来新的一代。难怪那天他不承认，原来她怀的是季言的孩子。恭喜啊！谢谢。为了迎接我们季家未来继承人，我决定月底跟若琳举办婚礼。届时，顾爷您可一定要赏面啊！温小姐，马上就要母凭子贵了，怎么看起来心事重重的？难道是温小姐不想见你，还是孩子的父亲另有其人呢？顾爷，你这是在嫉妒我男朋友吗？嫉妒他比你先当父亲？若琳，我们月底就要成亲，迎接我们的宝宝，顾爷嫉妒很正常。不是马上要开会了吗？我们先回去吧。诸位，刚刚我父亲跟我说，让我们先讨论一下地下赌场的事情。顾爷，这件事你怎么看？顾爷，什么？会议到此结束。你干什么？说，孩子究竟是谁的？不能让顾世兰知道这是他的孩子，他会逼我打掉孩子。况且他已经订婚了，林家万一知道了这个孩子的存在，孩子就会变得更加危险。当然是姬燕的。你居然怀了那个人渣的孩子，你就那么爱他吗？我只是在完成你交给我的任务。当然了，爱上他不过是场意外。你很在意这个孩子，打掉他！我要让姬言痛苦。不可能，除非我死了，否则我是绝对不会打掉这个孩子的。原来你真的这么爱我。我只是在完成我作为一枚棋子的本分。但你别忘了，你是我的妻子，不是他的。顾世南，不能这样子。不要碰我！你要为了那个人渣跟我动刀子？随你怎么说好了。反正在你眼里，我不过是你养的一条狗。无论我做的有多好，你对我只有恨。
你确定要和季言结婚，跟我决裂吗？你说是就是。季燕给我，是我在你这里永远都得不到的。既然你已经下定决心了，那我尊重你，但你要帮我完成最后一个任务。只要你完成任务，我就还你自由。什么任务？在你们的婚礼上除掉季燕。不，我已经做妈妈了，我要为我的孩子积德，我不能再让我。温若琳，这是你欠我的，没得选。别忘了，你的职务任目前还在我手里。只要除掉季言，我就能带领红帮实现转型。既然你舍不得除掉季言，那我今天就用这种方式来除掉这个孽种。季言是有罪，大帅府会惩罚他，但我已经是一个母亲了，我不能再让我的双手沾上鲜血了，我不能。说来说去，你就是舍不得对他下手，对吗？我答应你，我会亲手把他送上法庭，这样总可以了吧？我要你杀了他！我要你杀了他！只要你完成任务，我还你自由。我给你足够多的钱去养活你和你的孽种，还有你的母亲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你去哪里了？大家都走光了，我到处找你。你怎么过来了？我见不到你，我心慌，我想你。和我之间无路可退，回到陌生，你还是很美，你的眼泪让我心碎，陪你熬过黑夜。是我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喜欢吗？不喜欢就换一个，我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。我是觉得，我不是说过了吗？在婚礼上除掉顾世南和他的弟弟，我向父亲请示过。先生，那毕竟是您的婚礼，会不会不太妥呀？温若琳不会管这些。总之，婚礼是我近期唯一能除掉顾世南的机会。他敢当众让我出丑，我一定要让他尝尝我的厉害。顾世南，等你看到这封信，我应该已经离开了，也许不在人世了。什么东西啊？温若琳和季燕的婚礼请柬，你要去吗？我是他的继室，当然要去。
温小姐，你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新娘子。是啊，温小姐，大喜的日子你应该笑得开心点才对啊。要变天了。顾时南，再忍一忍，等报完仇，你就可以给他好日子了。温小姐，你好漂亮啊！谢谢，你也是。石南哥，温小姐的婚纱好漂亮，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也要这么穿，好不好？好。大喜之日，温小姐怎么愁眉苦脸的？让我听听，你们在和我的新娘子聊些什么？我们在夸赞她的婚纱，真的太有设计感了。当然，这可是我亲自为她挑选。若琳那天开心的不得了。若琳，你真美，我们的孩子一定会很漂亮。摸起来也很有质感呢。来人！快来人！来人！谁能救人？救人啊！快，把他给我救上来！快来人呐！救人啊！快！救我！我只想用始有终，用你做一场老去的梦，也盼着来生不必重逢，跨风跨雨一同落，千百年也愿一样，只风跨雨还好吧？谢谢顾爷，我没事。石南哥，你为什么救他不救我？我才是你未婚妻。你那么在乎他，你们两个有一腿是不是？妙妙，你别怪石南，温小姐是孕妇，所以才先救的她，是吧，石南？是吗？我之前怎么不知道顾爷这么善良？若琳，你知道吗？那你呢？你的女人怀了你的孩子，刚刚掉进水里，你为什么不去救她？谁说我没去救？不是喊保镖去救了吗？但是若琳被你救了。那你为什么不去关心她，反而还对她阴阳怪气？顾时南，今天是季燕和温小姐的大喜日子，有点分寸。你还知道他们是大喜？温小姐怀有身孕，差点一尸两命，喜事变丧事。我只是站出来说句公道话。顾时南，季燕，对不住啊，石南不该扰乱你们的婚礼，我代他向你道歉。没关系，顾爷一贯如此，我已经习惯了。既然如此，那你们三个先回房间换衣服吧。幸亏若琳有礼服可以。季先生，您的检查报告结果出来了。这份报告还有谁看过？没有，我刚从医院拿到。若琳，你这个贱人，你敢骗我！我要让你生不如死！刚才谢谢你。你还好吧？要不要请医生来看看？
我没事，现在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。林妙妙呢？不应该让她看到我们这么熟悉。他先走了。一会儿在婚礼开始的时候动手，我要亲眼看着姬燕死。另外，我已经在各处埋伏好人，只要姬燕一死，我就会让这场婚礼变成血色婚礼。知道了。不过你刚刚为什么不加思索的救我？你爱的不是林妙妙吗？因为只有你活着，才能杀姬燕。我就知道是这样。你的野心是最重要的。山就乱了，哭着笑了，千里的水在天地间。等过了今天，一切都会结束。而我就在我身边。奸夫淫妇，杀了！温若琳，等我杀了顾世南以后，我会好好折磨你和你肚子里的孩子。伯母，石南哥怎么还没有过来？他跟温小姐是不是真的有猫腻？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没告诉我？妙妙，温小姐是季燕的女人，你想多了。进去吧啊！计划不变，等意外下雨了，我们要将婚礼地点转到室内。是。外面下雨了，仪式转到室内进行。知道了。温若琳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你腹中的孩子到底是谁的？那天晚上只是个意外，孩子跟你没有关系。既然这样，任务结束之后你就走吧。望向芬芳的花海盛开，我要找回我的爱。庆幸我没走开，没错过这美丽的意外。难道是父亲的案子？你父亲杀了我父亲，我恨不得掐死你！原来真的是季燕，季燕才是我们俩真正的杀父仇人。他杀了顾伯伯，又嫁祸给我父亲，这样季家才能趁乱成为红帮老大。可是呢，我终于找到当年的真相，我要把这一切告诉你。你怎么在这里？你迷路了吗？是啊，你的别墅太大了，我到现在还找不到路。仪式开始了，快和我回去。什么动静？贱人，果然是顾世南插在我身边的奸细。你肚子里的孩子也是顾世南的吧？是啊，你这个伪君子，我曾经以为你是个善良温柔的好人，但是恶贯满盈的你让我觉得恶心。5年前你杀害了顾世南的父亲，嫁祸给了我的父亲。季燕，你这个人渣，杀人越货，勾结倭国，倒卖文物，这个出卖国家的罪人，你等着下地狱吧！贱人，竟然是温之强的女儿，藏得可真够深！你给我死！顾世南的贱种，他
去利用你这颗棋子来找我复仇。不把你当人看，你甘愿给他生孩子？你可真够贱！季言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你造成的，你这个混蛋！听故事里说季云清已经病入膏肓，难道他就在隔壁吗？贱人，你替我挨的那一枪也是苦肉计吗？现在我该怎么办？温若莲，我要将你肚子里的孩子剖出来送给顾世南，我要让他尝尝心如刀割的滋味。季言，你犯下的所有罪证，红帮都已经掌握了，他马上就要到了。我劝你最好现在束手就擒。束手就擒？杀手们已经做好了准备，只要我一声令下，他们就会杀了顾世南。今天就让你们2个人一起下地狱！想杀了顾时南，真是不自量力，白日做梦。风雨，你干什么？我是不会让你伤害顾时南的。今天我们就同归于尽，还能烧死你隔壁作恶多端的父亲，值了！贱人，我杀了你！贱，你该死！不是，你只会利用女人的废物。如今你的女人和孩子已经死在我手上，已经彻底输了。不怕，一定要撑住啊！我这就去找医生，一定会没事的。顾时南，我现在算一名合格的。你哥呢？有没有看到你哥啊？他在哪儿啊？那是风在风着脸牵手，梦是否依旧？你是否依旧？心情是否依旧？分离时，情人总絮絮叨叨好久，只求挥手告别，无爱无怨无仇。怎么转身也是一场伤口？哥，季家余孽已经被全部清理了，季运清和季衍死在了大火里。哥，你清醒一点，他已经死了。不，他没有死，他只是睡着了，他只是睡着了而已。
还好子弹避过了重要部位，一切都结束了。这是故事吗？我和你之间该结束。顾世南，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，应该是1周以后了。我想，那时我应该已经死了吧。很久之前，你曾问我，如果我死了，要带给你的话是什么？小琪，3天后我就要去执行第1个任务了。其实。还有，顾世南，那个孩子是你的，只可惜我没能保护好他。哥，警察在封锁季家别墅的时候，在季燕房间里发现了一份计划书。计划书表明，季燕才是那个杀死父亲的人，是他嫁祸给了温伯伯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次。也许是他发现了季燕的计划，季燕才想要杀掉他。季家余念说，季燕本想在婚礼上去杀掉你。温若琳生前似乎是发现了他的计划，才会死死的堵住门口。他也许是怕季燕伤害你，才会不顾一切的阻拦季燕的。哥，温伯母醒了，咱也说，杀死父亲的不是温伯伯，而是季燕。温伯母还问他和他的女儿去哪儿了。好小的。如果能如影随形，谁愿一意孤行？如果能变成蚂蚁，我愿意趋近于零。冥冥中明明是你。顾石南，你都找了1天1夜了，放弃吧。文母，所以他一直爱的都是温若琳，对吗？找不到，是老天爷的惩罚，再也找不到。怎么，他死了你就不活了吗？你对得起他的付出吗？所以你爱的真的是他？对，我爱她，她是我18岁便定下的未婚妻。什么意思？你不打算娶我了吗？不，我不会再接受任何人。哥，该出发了。我们已经把叛国的帮徒全部清理了。顾晨，我实现了心愿，但我过得并不开心。我每天过得生不如死。我对不起温若琳，
可是哥，温若琳已经被海葬了，她的尸体已经顺着江流飘走了，所以倭寇进贡，我们还有家庭要守护。30分钟后，就是咱们帮派的康倭动员大会，你要上台演讲了。好，真好啊！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对了，你是顾家长子，以后会成为红帮老大，那我就是红帮大嫂了。对的，未来红帮大嫂，我会努力让你得偿所愿。大家好，我是顾世南。若琳，